22号在中华艺术科技大厦施工系关键仪式，是由宝岛目镜公司人资长周克伦、协同经理钟荣豪、南区营运处处长陈宗谦等人，共同将这舞台造价大约180万的烈士灯显微镜，关托学校施工系学生学习使用，提升因在施工领域的专业技能。也就此培养施工人才。怎么在学校的阶段的时候，就让学生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某一些核心的能力哦。那我想这个未来在验光人员法通过了以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未来在宝岛会越来越多，尤其跟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合作哦，因为中华医事大学可以说是南部我们最重要合作的伙伴哦。那从过去到现在来讲，大部分南部的我们一些优良的人才跟重要的一些干部也都是从中华这边引流进来的哈，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有更好的合作。为了宝岛目镜公司的关键，让施工系学生在专业技能学习上加添力气，也缩短了下用落差。谢谢宝岛捐赠这些仪器给我们这些学生使用，让我们能够在未来可以直接上手，然后在面对顾客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很直接的去运用它。我们出去实习的时候呢，可能接触到的很多牌子，所以那边的牌子可能3、4种，可能刚好就我们学到其中这一种了，就不会说实习到一半卡卡的这样子。不过这次业界给我们这样的实际几台这么贵重的仪器呢，我想对我们现在在学的学生是最好的训练了。因为尤其这些在职场上常要用到的设备，如果让学生在现在学校就能够先熟悉，那我相信他们毕业就马上具有即战力，也就是说马上就在业界上来做使用跟运用，那对他们来服务广大的民众应该是最好的。华医施工系主任陈坤祥表示，宝岛目镜公司培育施工人才不遗余力。在2年前，就捐出20万，给学校培育人才。现在阁慷慨捐出总计180万左右的器材，有了这会帮助，让学生更加了解实务操作，也好每一位学生在毕业了后，就能顺利就业，跟业界无缝接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